1938年11月9號深夜，納粹德國嘅衝鋒隊掟着火把衝入猶太社區，掟爛門窗、燒教堂，3萬幾名猶太男人被硬捉去集中營。呢個就係震驚世界嘅水晶之夜，標誌住歐洲猶太人嘅命運跌咗落深淵。嗰陣時，全球大部分國家對猶太難民閂埋道門。美國國會否決咗收留猶太難民嘅議案，英國限制巴勒斯坦地區嘅移民配額，就連南美國家都要巨額保證金先肯俾入境。喺呢一場全球性嘅冷漠之中，中國上海成為唯一一個唔使簽證就可以登陸嘅城市。由1933年到1941年，超過3萬名猶太難民歷盡艱辛，從歐洲周轉到上海。佢哋當中有坐遠洋輪船從漢堡出發，穿過蘇伊士運河嘅德國猶太人，有從波蘭經立陶宛、蘇聯千里逃亡嘅東歐難民，甚至有步行穿過中亞戈壁嘅幸存者。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嘅史料顯示，呢一啲難民到埗時大多身無分文，淨係帶住少少衣物同全家福相。佢哋擠喺虹口嘅破舊里弄，用木板隔出細細嘅居住空間，最多時一個15平方米嘅房間要住8個人。但呢一座正係被日軍鐵蹄蹂害嘅城市，卻以獨特嘅包容接納咗佢哋。中國居民讓出房屋，小販俾猶太難民衣食物，就連街頭嘅人力車夫都會免費搭逃難嘅猶太老人。猶太難民大衛·布魯克，中文名白鹿克，喺回憶錄入邊寫住：上海人冇因為我哋係異鄉人就排斥，佢哋用粗糙嘅米飯招待我哋，用唔流利嘅英語安慰我哋。呢度雖然窮，但俾咗我哋活下去嘅希望。呢一種跨越種族嘅善意，成為黑暗歲月入邊最暖嘅光。作為納粹德國嘅軸心國盟友，日本喺佔領上海期間，點解冇聽希特勒嘅話屠殺猶太人？呢背後絕對唔係出於人道主義，而係多重現實利益嘅精密算計。1930年代，日本軍政界出現咗一個奇特嘅構想——河豚計劃。以陸軍大佐安江先宏、海軍大佐犬種維重為代表嘅日本官員認為，猶太人喺英美有龐大嘅經濟實力同政治影響力。若然可以善待上海嘅猶太難民，或者可以改善日美關係，打破西方對日本嘅戰略物資封鎖。犬種維重甚至長期帶住猶太組織送嘅銀質煙盒，以此向外界展示日猶友好。呢個計劃嘅核心邏輯充滿投機色彩。日本希望通過保護猶太人，換取英美猶太財團嘅經濟援助，同時利用猶太人嘅輿論影響力，美化佢嘅侵略行為。上海猶太難民中大約1/3喺美國有親戚。日本當局天真淡認為，善待呢啲難民就可以讓美國放鬆對石油、鋼鐵等戰略物資嘅出口限制。正如猶太學者大衛·克南茨勒喺上海猶太難民社區入邊講，佢哋無意消滅據稱係強大而富有嘅猶太人，而係要利用其巨大嘅財富以服務於日本嘅大東亞共榮圈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，日德同盟關係更加緊密。納粹德國多次向日本施壓，要求佢解決上海嘅猶太人問題。1942年，
蓋世太保駐日本首席代表約瑟夫梅辛格到咗上海，提出咗臭名昭著嘅梅辛格計劃，企圖喺猶太新年期間圍捕所有上海猶太人，用輪船將佢哋運到黃浦江中間沉咗。面對納粹嘅強硬要求，日本當局陷入兩難。徹底拒絕會破壞軸心國關係，完全遵從又可能引發國際輿論譴責，而且同河豚計劃嘅初衷相悖。最終，日本揀咗折衷方案，1943年2月喺虹口劃定唔到3平方公里嘅無國籍難民隔離區，將所有猶太難民強制遷入。呢一個舉措既向納粹展示咗合作姿態，又避免咗直接屠殺帶嚟嘅風險。日軍喺華嘅主要精力集中喺軍事侵略同鎮壓抗日力量上，對上海嘅猶太難民缺乏系統嘅屠殺規劃同資源。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，外國租界林立，國際輿論關注度高，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可能引發中立國嘅抗議。此外，猶太難民分散住喺上海各地，而且得到部分國際組織嘅援助。日軍若然強行實施屠殺，需要投入大量兵力。呢一個喺戰爭後期資源匱乏嘅情況下，好難做到。長期以嚟，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將上海猶太難民嘅存活歸功於日本嘅善意。但歷史真相遠比呢一個殘酷。1943年建立嘅虹口隔離區唔係庇護所，而係充滿苦難嘅牢籠。根據猶太難民威廉蕭特曼嘅回憶，隔離區被鐵絲網同哨兵團圍住，全體猶太人都被禁止離開，唔係嘅話就要受到監禁甚至處死。難民們被逼擠喺破敗嘅房屋入邊，衛生條件差到死，口炎性輻射等疾病蔓延，死亡人數雙倍於平常。離開隔離區必須辦通行證，而負責辦證嘅日本官員合屋係個虐待狂，經常對難民拳打腳踢，甚至動不動就監禁或者死刑。猶太難民後裔莎拉嘅親身經歷更加令人痛心。有一次，爸爸從外白渡橋經過，遇到日本憲兵行禮嘅時候冇將帽子除低，憲兵行過嚟就俾爸爸兩巴，佢當時就俾打懵咗。1944年到1945年，日軍為咗抵禦美軍空襲，竟然喺隔離區堆積軍火，存放油料，將猶太難民當作人肉盾牌。最終美軍嘅轟炸導致部分難民喪生，而日軍卻將責任推俾盟軍。經濟上嘅掠奪同樣殘酷。1941年之後，日軍沒收咗上海猶太巨商嘅房屋同財產，凍結咗猶太富豪嘅銀行賬戶，切斷咗國外援助渠道。猶太難民只可以靠販賣隨身物品、開小店鋪勉強糊口，好多人因為飢餓同疾病死咗。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嘅史料顯示，成個避難期間，約有1500名猶太難民死於非命。佢哋嘅墓碑至今仍然立喺上海嘅郊外。喺日本嘅高壓統治下，上海猶太難民可以存活，更加離唔開中國人民嘅冒死援助。呢一種援助唔係官方組織，而係源於普通民眾嘅善良本能。虹口區嘅中國居民同猶太難民比鄰而居。佢哋經常冒住被日軍懲罰嘅風險，將糧食、藥品偷偷送入隔離區。猶太難民伊斯雷爾基彭喺回憶錄入邊寫住：每當夜幕降臨，
中國鄰居就會把饅頭、鹹菜放喺隔離區嘅鐵絲網外，呢啲食物成為我哋活落去嘅依靠。有中國商販甚至用日語詐稱猶太難民係自己嘅親戚，幫佢哋逃離日軍嘅盤查。中國外交官嘅義舉同樣值得銘記。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頂住壓力，為幾千名猶太難民簽發簽證，被稱為中國嘅辛德勒。呢啲簽證成為猶太難民逃離歐洲嘅生命之舟。佢哋手持何鳳山簽發嘅簽證，周轉到上海，匿過咗納粹嘅屠殺。重慶國民政府都曾經試圖為猶太難民提供更多幫助。1939年，立法院院長孫科提出喺西南邊區劃定特區安置猶太難民嘅提案，認為猶太人財力豐盈，人才又多，若果能結其好感，得其協助，實足為我莫大之裨助。雖然呢個提案因為抗戰形勢惡化冇辦法實施，但體現咗中國政府對猶太難民嘅同情與支持。5. 歷史嘅回響，真相唔應該被遺忘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上海嘅猶太難民終於迎嚟解放。二戰結束之後，絕大多數猶太難民陸續離開上海，前往美國、以色列等國定居。但佢哋始終記住呢一座拯救咗佢哋嘅城市。而家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成為呢一段歷史嘅見證者。館入邊收藏嘅近1000件文物史料，160幾個鮮活嘅人物故事，真實再現咗中猶人民同舟共濟嘅歲月。猶太難民後裔迪恩布魯克將父親大衛布魯克嘅17幅木刻版畫捐贈俾紀念館。呢一啲作品描繪咗上海嘅風土人情，成為中猶友誼嘅珍貴見證。但呢段歷史都面臨住被篡改嘅風險。日本安倍政府曾經企圖將日本塑造成猶太難民嘅拯救者，刻意淡化其迫害行為。事實上，日本對猶太難民嘅容忍，本質上係出於戰略利益嘅算計。而上海猶太難民可以存活，核心係中國人民嘅人道主義援助、國際社會嘅關注，以及日本嘅投機心理共同作用嘅結果。結語：跨越時空嘅啟示。30萬猶太人逃到上海嘅說法雖然有誇大，實際約3萬名，但呢一段歷史依然係二戰中最動人嘅篇章之一。佢證明咗喺極端黑暗嘅年代，人道主義精神能夠跨越種族、國籍嘅界限，成為抵禦暴行嘅力量。日本唔敢落手屠殺猶太難民，既非出於良知，亦非出於善意，而係多重利益博弈嘅結果。但係我哋更加應該記住嘅係上海呢一座城市嘅包容，係中國人民嘅善良，係中猶人民喺患難中結下嘅深厚情誼。今日當我哋回望呢一段歷史，唔單止係為咗緬懷逝者、致敬勇者，更加係為咗汲取教訓。偏見與仇恨只會帶嚟災難，而包容與互助先至可以守護和平。上海嘅諾亞方舟早已遠去，但係佢所承載嘅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照亮人類前行嘅道路。